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！很高兴来给各位大家介绍这一段的内容呢，是师父自己把这个《观无量寿经》下品下生释迦牟尼佛介绍的这个内容呢，我简单用比较粗俗的话这么来表达，让大家比较容易接受，容易领略容易看得懂那么这是下品下生佛陀介绍，这个人是什么对象的呢？是12忤逆之辈。12，我们大家贪嗔痴嘛，都知道那么杀盗淫，还有贪嗔痴、恶疑妄言绮语恶口，这个是犯了12业。12业，这罪业很重很重，罪业很重。自己的习性难以改变，没有办法调整自己、改变自己，经常就是用恶口贪心嗔恨心跟别人树敌，所以别人痛苦，自己也很痛苦，所以犯下这种12罪，各位自己本身一定会招惹很多的灾难。就12罪，忤逆呢？什么叫做忤逆罪杀父杀父亲，杀母亲，杀阿罗汉，出火生血，还有破和僧团，这种罪重不重哎呦，太重喽！这不单单是18地狱，而且是在18层下面的金刚地狱各位，那是苦不堪言，太痛苦了。所以各位，这个你看破和僧团在僧团里面扰乱故意结党结派，让这个僧团没有办法团结，没有办法好好一致的目标，没有办法为佛教来贡献。为什么？力量分散了，就是破和僧团。那杀父亲、杀母亲更不用说了，以后是绝对堕地狱的，也是痛苦无穷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以前很少人听过这样的消息，最近好奇怪杀父亲、杀母亲层出不穷。这种现在的杂志消息、电视媒体经常报道，我们听了以后，内心很恐惧、很慌乱、很害怕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也敢做，太可恶了，罪不可赦罪不可赦。各位，那杀阿罗汉现在是没有办法做了，因为阿罗汉世间很少。但是过去，如果你杀阿罗汉，这个罪各位没有办法饶恕的，没办法饶恕。那么出火生血，让佛陀的身上流一点血，还得了吗？各位，这个罪是无量无边的大。像这种忤逆大罪的这种对象，临终恶相现前在临命终的时候，各位，哎呀，那个鬼差恶鬼拿了那个刀急就好像剑一样，这样威风凛凛的来到旁边，压着你，可以压着你，然后你的冤亲债主在旁边盯着你，折磨你，扯你的，等等把你拉的腿压住你的心脏。各位，你看你寸步难行身不由己，你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。这个时候，地狱的火车咣来了，整个非常的痛苦，那个好像一个火仔在烧起来一样，你必须要抓到你里面，马上就带走了，一下就到地狱报道。你想想看，这个多悲惨多可怜这个临终的恶相已经现前了。我们要知道人一点一滴都在因果当中，我们这个身体是个假象，没有办法固定长久的存在。但是你的灵魂呢？你的神识，一旦你世间的因缘到了，你的灵魂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。到底去哪里你现在，你世间你怎么所作所为，以后就是你自己要去面对的，就要自己去接受的。所以各位，你看这个灵魂他自己知道了，求救无门无有解脱，没有任何一条道路可以跳脱出去，怎么办呢？他很紧张，拼命的哀嚎求救救我！这个时候，
刚好有善知识指引来到身边，看到他这么凄惨的哀叫，不忍心了，就告诉他赶紧念佛，赶紧念佛。这个人呢，马上就已经没有办法了，已经没有路可走了，他只好乖乖的念了佛了。为了救他自己，赶紧念佛了，就跟随他念佛，不管任凭三声一声。 啊，就算你是念3声，就一声阿弥陀佛讲，就叫出来讲。各位，观音菩萨马上手持着莲花就到现前，立即就当下接引他，把这个亡灵呢接到莲花上，直接带引，直接往生西方净土。以后这个亡灵呢，虽然犯下了12忤逆大罪，但是他坐在莲花跟着 观音菩萨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他就免除了恶道之苦啊，不会到地狱，不会到恶鬼，不会在畜生转世这种痛苦、黑暗的地方。所以各位，你看佛对我们这么慈悲，有的缘比较早熟，现在你就听到。 一口气还在的时候，我们就接触佛法，听到佛法，原来阿弥陀佛是要救度我们这种罪恶的生死凡夫，我们当然信受奉行呢、我们赶紧好好的持念呢、那么免得到以后，万一如果说没有碰到善知识，你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办呢？那时候我们就慌乱了，紧张了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就变成在十字路口一直在徘徊了。 无人可救啊，没有人可以救度你，所以那时候就很痛苦。现在我们就赶紧念。当然了，你看这个人犯下这么大的罪，而且你看那个恶相啊，在快要临终的时候，那种非常不好的景象，很恶劣的景象。 非常危险的那种景象啊，非常刺激、紧张、恐怖的景象，全部都现前了。幸好有知识的指引，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平常我们除了自己要用功念佛以外，一定要广结善缘。在我们临命终的时候，有人来提醒我们、关心我们、帮我们助念，我们一下子就好像好像温习一样，知道说念佛的重要性，念佛对我、对别人都有带来很大的好处。我愿意相信，好好的接受，跟随着念佛。 当下你就能够跳脱，所以佛对我们众生的慈悲啊，是无微不至，无微不至。我们看到这一章，这么恶毒的人，犯下这么无量无边罪业的人，照样的最后能够念到3声1声，照样解脱，照样往生，照样成就。所以各位，佛对我们众生真的怜悯到极点呐、对，设想到非常的周到，非常的周全。 所以我们就相信说，佛大慈大悲，是我们慈爱的父亲，永远不放弃我们罪恶的凡夫众生。我们要跟随你，永远要感恩你，阿弥陀佛，永远感恩你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特别介绍这一章给各位大众来结个法缘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